哎哟，那还衣裳嘛，哪里发开来着？重新买一件吧，起码200块洋钿，哪办？一件衣裳个哪里打我看看呢？花开来着我的，弄一弄几钿？不退，5块洋钿，干的。哎呦，这啥臭嘞？这个皮洋师傅个手指甲，我去！啊，才至于搿场啥价？没办法，退休工资3800，动力必须用了单口了，否则个说法44万吃一脱，落得来资本电话抢。豫区新头大厦4楼，样样中餐馆，一般开至29年的连锁店，从43楼开到14家，从14家开到经济学边浪。根本哪看不起好个家？东方之门背头随时，不晓得个说明乃不是苏州人。来一份企业退休工人套餐，4只摘包菜，哎哟，也是170不得啦！经济学边浪寸土寸金，房地通通吃个人毛蛋，一吃头吃饭吃老的。丁汤、黄瓜拌、蓝麻鸡、火腿骨头汤、剁海鲜。第一只菜随上汤，变成中餐馆里个四洋金，夫妻馆里烧个一出，煎得面蛋黑。低脂肪、减蛋白，企业退休工人最需要的就是健康饮食。因为啥子毛病实在看不起。伊每个号头100康拉的动力，把医生开外子风也不给。不好鱼白花，99%的蓝手指估计听也闻听说过。甜蜜蜜圆珠子里向倒一点点硬当当，退休工资3800，想要吃得嗨，这个浪向谁只还摊板店，谁说难得三少还要勒进口袋。小菜花菜菜蘑菇。瓜辣松菜稀花稀花，不晓得啥人发明的。哦，我最欢喜个看上来着。哦，真的不容易，为人家个嘞。激动的我啊，摊板一点点，眼里不起大大的。再主要是一点点三吃嘛，也是研究搿场地啊，制作上落，侪是你企业退休工人的命，还是你勇于跟党走的动力。